我係改鳳，我係一隻小說家，對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裡，等一個老朋友點一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改鳳，分享嘅暗上風法，大家今日來看下老嘅 ES 亞洲劇團嘅團長林佩安。今日來談到其實冇圈樣嘅事情，因為安尼啲講劇場正經係一隻當安尼講冷門嘛，當冷門嘅一隻環境吼。當然，開始之前安尼先請嘅佩安，留嘅觀眾朋友大家問一下好。大家好，我係林佩安。佩安，我知道因為你碩士當久好多年咧，你很專心都會做嘅小劇場。按照講沒有 ES 亞洲劇團算係小劇場一部分。像你做年嘅劇場，你哈你自己家庭啊，先親做先嘅事，你當上個啲像你做年4年咧，你爸爸媽媽已經懂事完了。先親落大嘅時間，你爸爸媽媽啲人做年嘅事情嘅時間，家嘅初衷想法係點嘅？我就會班上一路走來是模範生的那一種，就是我爸爸喺中游嘛，媽也喺中游。那在高中的時候到大學，他們都一直覺得說，你就會當老師啊，高書最後。那自己考上了淡江大傳，他們也覺得好啦，你就是剛好是有線電視發展那一年，然後梅魚蝦也好，你沒有當老師，至少還是選了一個表演一個傳播的一個工作。那結果在大學裡面就一腳就踏進了舞台劇，那時候就加入了台北一個劇團叫金枝演社。那就這樣子一路從大學劇場，然後畢業就變成是進了有線電視，然後繼續做劇場，然後最後是變成全職的劇場。其實同佢講下，我剛剛講到嘅金枝演社嘅隻劇團其實算唔係一隻劇團嚟，是，來踢一隻。不過佢講好多話黑講好多法，所以那時候進去就是鴨子聽雷，就是夠嘛該堂舞社。而且我那時候也其實沒有那麼意識到說，我必須要去學一個不是我的語言。但我現在開始來客家話是嚴重了，就是其實到了很後面才意識到說，其實我去努力學這個語言，為什麼我不先把我自己的所謂的母語客家話先學好來？那一直到全職變成了劇場演員，然後又到了新加坡去念表演藝術。那在新加坡念表演藝術，還記得我第一次就是用客語來創作的時候，我才發現到說，雖然我的客語沒有很好，但是那個連結，你在其中一個場景就是阿婆你轉來啊，你轉來啊，那個你忽然覺得怎麼那個情感整個就你不需要去太用力，它就自然浮現是。透過那個語言，然後就進入到你整個的一個表演的一個狀態裡面。那到新加坡的學業完成之後回來，那當然也就是很在新加坡的一個過程中就認識了現在的先生。那在苗栗自己的家鄉創了 EX 亞洲劇團。你這個其實都特別擔了一隻團長啊兩個角色。那 ES 呢個時候，其實當到 exchange experience 還有當到 ES 開頭嘅，其實老娘嘅命名其實有當泰國，知道嗎？亞洲劇團其實在創立的時候，我喺老公係印度人嘛，要想說這樣的一個台灣跟印度的這樣的一個結合，那也希望說，劇團給出來一個那個質感，它是有一個中英文給人家這樣的一個印象。所以佢係用英文來做表演，同亞洲劇團裡邊。應該是說會選
英文是因为它很多的，刚刚你提到很多的智慧跟我们的创作的那个理念共用有很大的关系。那亚洲剧团基本上，因为它牵扯到一个，比如说地理上面来讲，台湾跟印度同一个都在亚洲的国家，那里面的一个美学的东西，它也是跟亚洲剧场有很大的关系。对，跟亚洲相讲，其实因为这家。以前又是模范生，然后又是就是爸爸约中游的，最印象对啊，两个中游上扮只功夫员哦，所以两个家庭两个盼得本去做安心的事情，受了真嘅同辛苦啊，真嘅同辛苦。一开始我爸弟我做演员，董天就直接说，人家问他说你女儿做嘛该，就说呀。我们讲戏子，直接就讲我是戏子。那到这是个对戏子的这事实无同的意思，知道吗？他其实是很贬低的一个意味。那到我们2006年创团李苗栗，然后第一出戏给舞台我爸做的，董虫大概我要去就想到说，他当年因为不了解嘛，他觉得说你演员要站在上面啊，就很危险，所以你一定要很稳固。很稳对，然后所有的考量，那时候完全不知道说这个女儿未来就是这一条路会这样一走就走了10年嘞。对。到底下对一个对只戏子那只词啊，有乜嘅想法？我不知道用按两个词来讲，还是在冇欢喜啊，我的心情。我记得我们2010年有做一个作品叫《假戏真做》，给底部角色就会讲戏子的故事，就是等于你是演员演戏子。那这出戏我们今年剧团10周年，然后也有重新把这个经典的作品重新再扮演。等下问一下。你还是讲你的故事係一隻演員來表演一隻戲子咧，所以其實就2層藝術出嘅啦。它等於是假戲真做，那名係睇到啦。你的生命和角色的生命，它全部融合在一起，这时候故事有了新的生命。我今天要讲的是关于这样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演员的故事。你闭嘴！我发誓，杀我弟弟的凶手不可能活着走出我的宫殿。来人呐！把他围起来，准备五马分尸。所以他比较特别，也是他用原来的演员的母语，就是一个是印度演员。他自己用印度语，然后另外一个还讲贵语。雨季即将来临，滴滴答答，滴答滴，落在不停的水滴，敲得我不平静啊！然后2个人在这样的戏里面，但是
我们没有上字幕。咁乜糖唔識吧？因為講過你喊做的糖嘅是嘅印度語哦，唔係英語哦。英語可能某一點嘅糖嘅時候你喊啲，嘅印度語有時候台灣某一多3年冇糖的。應該是沒有這樣子。哎呀，可能就老先生吧。對，那他演的時候，這出戲為什麼就是2010年首演之後，今年又會再重新周演？也是因為他實際上觀眾在看戲的時候，他覺得那個透過演員要表達的那個情感的東西，就發現說我們一直 ES 亞洲劇團想要嘗試的就是你的人跟人之間，你講的話來談的事，因為你說的那個話的意思，並不是因為那個文字表面。講到呢一行就相對一件事情，因為當久以前呢，寫第一本書裡邊有一隻短短的一隻故事，嗰個故事就會講一對母女媽媽老嘅一家妹，兩三年嘅講法，媽媽就講客話，嘅妹就無來講客話，佢就應講過年，唔過兩三年就從一隻糖嘅是客話，一隻糖嘅是過年，唔過兩三年就當硬學，唔應講一撒講客話，批喊奶我一撒，嘅媽媽咪唔應講過年來批喊嘅妹嘅。其實安尼我感覺有些恐慌，因為其實我開始想寫嘅時候，沒想到可能有一個辦法吧，就講讀書嘅人也看人嘅那種戲劇嘅觀眾吼，其實某一天我哋講印度話你咪講，咩某一天講佢我哋客家你咪講，不過對安樣一隻故事發展嘅一隻過程，兩邊嘅人都得產生一隻共鳴連結，所以咧。當然，我當好奇就講，這是個恁兩個老娘，佢先生兩三年，一直用印度話，一直用國語來對喏。你說戲裡面戲那樣對喏。技巧上面還是那個演國語的演員，比如講誒回答，透過他的回答，你可以反推回去。那當然是很考驗那個矮漏公他的演技，他必須。就是我們有所謂的共同的手勢跟情緒那個部分，觀眾接收到之後，他感受到你現在應該是說你悲傷，你心情不好，全世界的人的悲傷的這樣的一個表情，你是可以了解得到的，對。然後所以咧就真嘅一定呢，我是都當然啦，當複雜佢談到嘅小劇場嘅劇場理論那每天啲講觀眾朋友都啲講要點樣，我說下一段一定要請嘅觀眾朋友大家嚟共下參與一下，你想挑戰一下，你嚟挑戰一下嘅，像安樣嘅節目嚟談一隻很難嘅一隻劇場嘅東西。希望下一節大家談到嘅假戲真做好，一隻戲子嘅故事，所以安尼做得用呢隻故事嚟談一下，都啲小劇場就可以。做乜嘅東西？那等台灣就是冇當時有呢一款小劇場，我知道下一節咧是安尼來想辦法來，因為安尼嘅對談，大家觀眾朋友也可以識到，就是安尼來談一隻好奇怪嘅東西，看見來談嘅什麼，看見來談嘅什麼，安尼下一段來，下一段來，下一段。它可能有一個脈絡，有傳統，但是我們活在這個當下，我們怎麼樣把這個傳統的這個精華，它可以變成現在的社會裡面還可以保存它的價值，而且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剛剛嘅假戲真做談咪下。廿年前都啲樣嘅假戲真做嘅，頭一集安樣嘅，頭一集，加半集啊！你要講頭一集安樣嘅印度勞工，然後搶下嚟做戲劇場，都啲係樣嘅假戲真做。假戲真做是在生活裡面，真的我記得第一拜給老阿媽講來愛痛愛，那我們那個家族我舅舅那邊一桌，然後他要輪流。敬酒，然後在他們的傳統裡面是沒有辦法跟長輩坐同一桌的。你講印度人嘅後生年老嘅
分开做。做我们的哎，色班黑长辈先色体，然后男生先吃。是蠢的呀，是蠢的，什么长色？他的这样的一个传统还是有，所以给拜给老奶全部为阿 Q 做同一桌，然后要一个一个来敬酒，然后敬。他对他来讲是一个困难，不是说哦我要娶你的那个就是跟我妈讲说娶你女儿这件事情懂困难，是他要跟长辈一起同桌喝酒这件事情很难。ทำตัวเตรียมเขาเลยทำให้เนี่ย嘅先生哦，就按娘嘅一隻婚姻哦，冇講馬啥通馬啥啦哈，因為佢天天來像投機樣嘅，按娘嘅一隻關係哦。應該要講到講，其實印度人嘅階級制度多啲下，其實係呢當傳統。當然，你華人嘅世界吼，都以前老大嘅君子制度啊，哈，君臣嘛，嗰種多啲啊，其實你沒有當明顯嘅階級制度，只講你哋下沿着上慢慢嘅男女平權嘅。其實佢哪有兩想窮下一隻從印度過來按樣一隻。劇場嘅導演老公，哦，對人去表演咁樣嘅一個環境，會有當到衝突。不會啊，在文化上面，基本上，來當結婚的時間，我們家的那個杯子全部不是放桌上，全部都替奶下。是嗎？佢食飯都替奶下食的呀，所以佢習慣要食台全部都不用替奶下。他沒有習慣。一定要做桌子，就是很多，没有，全部都是比较靠近地板。但是另外一个层面也是说，它其实是非常贴近土地的这样的一个，从生活里面，包括给他生影的出生，从出生开始一连串的仪式，全部的庆典，其实就在他的生活里面。所以其实创作过程中最难的是，比如说我们要跟台湾的演员一起工作的时候，你还传统黑马改，你的庆典的东西，对于演员来讲，懂演，它不是那种生活里面就可以，我要请你做一个这个仪式哦，你们现在怎么样？比如说出生会有什么样的仪式，然后。结婚会有什么样的仪式？死亡会有怎么样的仪式？对于台湾的演员而言，那个东西其实是非常的陌生的。嘛，對你做媽媽，嗰時嘅細年出生嘅時間，對於你隻印度老公嚟講，嗬，排先好多倆喊啲假名嘅念。媽嘢，嗌老公。係嗌老公啊。英文原英文啊。懂從，用中湯轉他咪地。放棄，放棄。它有一個很像日本名的江潭家燕，江潭家燕，很像日本人的江潭家燕，日本全部會亞洲會範疇。對，江潭家燕，哦，那老公嗰樣其實嗰時嘅對佢印度人嚟講，細年出世以後，佢係樣嘅，啟動乜嘅儀式，印度人樣做呢隻儀式行為。他其實從小朋友出生，比如說他的，我們是抓周嘛，給他7年開始要吃食飯，會餵食，然後他還是有一個抓周的類似，但是是比較早，大概就是7個月的時候就開始，然後他會有穿耳洞，大耳孔，誰來誰買？全部就是大耳孔都有，冇辦法就。那时候我女儿要做这个仪式的时候，我不肯啊，还是相公，那小朋友那么小，7张年呢？对呀、那么小，然后我们就有稍微延迟一点点。那我公公婆婆还蛮 OK 的，就是比如说做的有没他拍的那小朋友觉得，他可以接受，他自己选择他要不要打耳洞这样子。但是我们家的女儿，因为我们的中文。老公叫江潭家燕嘛，我们其实就自创了百家姓的另外一个就叫江潭，我们妹就叫江潭瑞雅。那这个也回到说我们在 ES 亚洲剧团的创作的理念，对我们而言，很多东西的创新，它可能有一个脉络，有传统。
但是我们活在这个当下，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统的这个精华，它可以变成现在的社会里面还可以保存它的价值，而且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像安样的一只交流的方式，你睇有香草。熊吵英文会变懂口，因为会吵架的英文就好了这样子。比较多，但是来上讲这个文化冲击，异国婚姻是一定会有。创作上面其实是异中求同，同中求异，意思是说你做很多作品。不管是台湾还是印度，你还是会找到一个共通的东西。那作品最后面还是在讲一个人性的这件事情。那两个人的落差，其实我们讲说，一般原生家庭它的背景不一样，你从小的环境不一样，你做某 Q 用而已，更不要讲我们是来自很不同文化的人。我用过嘞。可是爸爸妈妈还蛮喜欢他的，因为他有一种比较像我们那种50、60年代的传统的，对，就是对长辈有一种他没有办法在，就是还是很对于爸爸妈妈的那个尊重，跟有些事情他就是觉得，这个意见爸爸会怎么想，妈妈会怎么想，他不会说我们自己决定就好。这个安娘一定很讨岳父岳母欢心。对。我相信应该是故意吧。那时候我们结婚还发生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沟通上面妈就讲，你要娶我的女儿，那我爸讲，难道你这个跨国婚姻要用来攀？不知道没有方法，没有潜力可循。难不成你印度要10条牛来换我女儿吗？还是怎么换这样？那我妈就讲，那不然我们至少都还要有喜饼嘛，有饼的，做饼，还做饼的。他说饼的很马该，我就跟他说那个 cake，那这个 cake， 你就说一般的那个店里面大概一个 cake 也差不多40块。就问俺妈讲，给要几多？我妈算算就说，就差不多。应该250盒应该够了，可是好算一下，40乘以250，做对。我们去挑西饼的时候，一盒430块。我说哈，原来跟他的想象没爱用40啦，400差一下的零啊，给我深度汇率啊。对，给生活上面也是，因为俺爸爸做的工英语，俺妈妈做对嘛。那但是他从那个生活里面。有时候，比如说，我妈老爱公司去，我会讲客家话，佢行过来，佢看到我妈，看佢一下，佢就人来跟我说，我妈讲嘛该每本爱滴，系冇？这样，我说，你用我滴，他说，佢就看我一下，这样，佢就可以从那样的一个很生活里面的东西去看到人性的这个东西。那我想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也回到在创作的时候，你怎么样这种细致的东西，让观众尽管听不懂语言，他还是可以了解到一个创作者要表达的东西。其实我有哪一只无可用的想法，就是讲，沿着安尼做台湾，迄安尼用几年来做戏曲创作。安尼提出想法是反正观众已经谈的是，所以我做的去讲很难的事，表演很难的东西，然后大家就原来一句话讲出来，不过一像谈无马式，不过因为人家先生是印度人，佢想要留台湾的观众交流的时间，大家想观众无不一样啊，因为佢一定要我讲印度话也好，我讲英语也好，原则上。台湾的观众一听係冇辦法比我講乜嘅表演乜嘅，所以應該點都過了，你又講，我會想辦法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定先不了解我做乜嘅，我表達乜嘅，從安尼我出發，然後台灣人自家來做劇場，有些冇咁樣，嗰時想法是講，我可能係第一大家，我先用團嚟講，反正唔好抵啦，談嘅時就應該會抵爭吵。所以我就冇太小觀眾了，就開始表演了，就東南。所以按樣一隻交流，我是某一天佢會出現一隻新的一種感通啦。那觀眾會講，一隻印度人其實來台灣表演，我佢表演的東西我全部都看的是。我說來點麼這件事一定能好。不過我講，
然后而像我海岛的时间，安尼我来谈的嘛，所以讲，都按两个一只婚姻制度底下，老娘老公2-3年，究竟係兩去經營一只台灣老印度的婚姻，第一可能就從結婚那件事情開始。就像剛剛人家爸爸講的，結婚那件事情啊，冇 SOP 啊，台印交流冇一隻新的 SOP 冇辦法。現在第一來談一下看台印的結婚 SOP 嘛嘅，來談備案了談。我想，我媽媽應該都唔談的吧，讓教回家印度。对啊，那时候他过了一个村，就会公某腔的发，所以他的表演其实是很透过肢体去表达，因为你的作品不可能只在这个村落演啊，你下一个村落就会共他的印度的官方语言总共有22种官方语言，对，那你怎么样让别的省份的人能够看懂这一个作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呢，再個轉嚟老 ES 亞洲劇團的團長林佩安，叫我來談一下，因為安尼一隻佩安當腔，因為安尼偷到一隻印度老公轉嚟。我安尼想講，因為嗰時候同佢結婚的時候，你同印度結婚的。哎，對，印度結婚。因為我記得我看見印度的天陽吼，全部都搬一種很熱鬧。大家全部衝過去跳舞，啊，兩位感覺？你結婚的時候咁樣了？其實因為我老公他是在東北印，叫曼尼普，就是一個曼尼普爾邦的省份，佢有自家的文字、自家的語言，然後有自家的婚禮的結婚的傳統的服飾。那熱鬧是，其實那個熱鬧，它其實比較像是一種儀式的熱鬧。一樣的8人大轎，做8人大轎，而且他們的婚禮是在安布特晚上，安布特開始。嘿，然後所有的婚禮的進行，其實那時候我們結婚還有一段小插曲，就是因為他那個地方其實是要特別准證，當做登記，不是一般觀光客可以進去。准證係乜意思？就是說他要申請一個你進去怎麼樣的理由，它不是觀光開放的觀光點。因為那個地方比較特別，是因為它剛好是在中國跟不是印度跟那個緬甸的邊界，所以其實印度政府有派軍隊在那邊駐紮，因為他們的東北那邊有自己的省邦，他其實也會希望他們曾經不是，他們是後來才併吞變成印度的一部分。但是其實他們9個省邦有他自己的一個很強的文化的部分，所以其實進去它有一點點政治情勢的複雜。所以台灣老中國的關係有些像那我爸是公務人員啊，他第一次去那邊看到那個街上全部都是拿着真的真槍實彈的人，他很害怕，他覺得我摸因為加多鴉片咯，給10班就會有芭蕉葉，然後乜該東西就啪丟下來，一堆，然後給他用樹，然後我們結婚，它是一塊布，就會踏來踏去，然後就變成一條褲子，給按摩時間，然後佢走。就是好好的那種便利的褲子，給佢偏瘦出來，唔低安用白，然後給佢鋪他轉去，所以人家問他說：“哎，印度好玩嗎？”然後後告嘛，然後回來他就一言難盡，不知道要怎麼講，那個經驗太特別了。其實佢記住按樣一隻環境長大哈，係我所講嘅想法一定會都冇可能。咁咩意思講？其實佢偷一隻台灣嘅太太哈，嗰種。那是種兩啥吼，佢在婚姻中呢，就一種台印的實驗過程。實驗過程。一個實驗過程用嚟做東西，當然人家做嘅呀，戲劇場啊，本身就會當實驗性動物。那麼第一個亞洲一段其實因為我這個有參與到吼，就做嘅劇本嘅部分嘅個課程。那第一個其實你要做一個亞洲實驗劇場。按兩個工作坊嘅概念，想要老。戲劇創嘅兩個方式來，
照顧樓還有3年來做溝通。其實呢部分我一直就想問講，先做嘅時候，專門我想到做完兩個事情。不能去講以自己導演作品，因為剛剛講到他的那個政治的情勢，所以他很多的第一個是他很多的作品就會用隱約縫射，他不會直接告訴你。一個是他的一個政治環境跟語言，他過了一個村就會講某腔的話，所以他的表演其實是很透過肢體去表達。因為你的作品不可能只在這個村落演啊，你下一個村落就會共它的印度的官方語言總共有22種官方語言，對，那你怎麼樣讓別的省份的人能夠看懂這一個作品？嗰陣時嘅時候，對於我嚟講，因為一隻後生人嘅一隻戲劇嘅一隻工作坊，嗰時嘅人家就會運作兩件事情嘅時候，喺美國讀到當到，其實後生人。你剛剛談到第一點，談到就市場、觀眾，嚟到那些劇場第一個基本條件來想嘅。不過對於隻喺後生嘅創作者嚟講，其實係一種兩難吼，因為我又想做很多自己想做嘅東西，又唔知講自己想做嘅東西得到嘅劇場演出嘅時候，喺美國觀眾都得接受，也係講其實佢全部做自己歡喜嘅。他肯定看唔成。其實按樣嘅問題一直都存在到戲劇上裡邊。不過當然佢要一個自己嘅平衡啦。其實人家做呢隻實驗室嘅時候，其實一直想問講，佢哋後生人有人反映乜嘅其他遇到嘅困難呀問題？困難多多，因為我老公這個文化叫身體美學，他要自己培養他自己的人，才可以演他的戲。然後這些演員，不管你做的係市場考量呀，係做的係這個比較藝術性的，我劇團的選擇的方式是說故事，用說故事來縫射。大家不管大小朋友，大家都會喜歡聽故事。你進到劇場聽一個故事，只是說故事的縫法某腔調，對。但是就像你人一樣，但是你可以換不同的衣服。但是說故事，說一個動人的故事，然後讓人家聽了這個故事之後有一些反思。基本上我們在那個實驗室的概念也是。讓他們用這樣的一個概念，就是可以找到一個，你不用想說啊，我要完全市場需求，但是我好像又沒有辦法完成我自己想要表達的那件事情，所以我們比較是導引他們用這個方向來創作。小圖你按樣嘅實驗劇場、實驗室裡邊亞老公擔任嘅角色係嘛？他比較像是藝術指導。就是就是以他的經驗，對，以他的經驗，他看到這個作品的一個特色，那他會跟創作者去不斷的溝通，你這個從故事記下文本，你從故事的脈絡用怎麼樣的方式，因為他專業比較專精，跟他厲害的地方其實是在表演，就是你的表演者怎麼樣到位。然後我們今年啟動了一個演員培訓的計劃，就是覺得說，作為一個演員的一個基本訓練是什麼？那它也融合了從傳統的戲曲跟自己印度本身這麼長的一個歷史脈絡的這樣的一個東西的共通性，再加上他自己對劇場的一個想要實驗的一個當代劇場的一個脈絡進去，就我們常常在講說。很像比喻駐菜啊，我們像印度咖喱，可能大家對於印度的那個第一個印象就是印度咖喱，就是你今天可能有tomato， 有馬鈴薯，有薑，有蒜頭，然後有很多的香料，然後你放進去煮。最後面出來的是一鍋菜，裡面的原來的那些素材都唔見得化掉了，變成裡面。但是你在吃那道菜的時候，會吃到那些東西的味道。可是你看不到番茄原型在哪裡，薑可能沒有了。那再加上是演員，其實對他而言就像是廚師一樣，佢唔是真正愛去設計。但是他知道他煮出來的那道菜
包迄马干米头。算了，然后因为一只后生人开始去学样的做一只表演者，也学样去写一只剧本。那知道原则上一听到有一只安样的角色吼，指导就是艺术指导那样的角色，伊拉还有想让你去做一只沟通。其实这个没想过讲，因为像安样的一只沟通吼，原则上我是说原则上其含喺当人们的啦，它小众的一只表演哦。其实它多当复杂的这种环境因素。所以实验室本身就会一只，你下几只台湾的一只戏剧创的一只共同的困境啊，就到底怎样的来突破呢个困境？好像海豚应该要来老培养 ES 亚洲剧团的团长来谈一下，就台湾到底你下小剧场。不管是表演者呀、导演呀、还市场呀嘛问题，到底按多个问题卡在呢，让把你想出一条新路来。每天等到海这个培养讲的那只新的方式，做一种老戏剧场落实到安尼在地新的一只可能的办法。做多样啊没问题等下你来谈一下给一只团长样来讲。有点难蛮简单。退休之后的人生规划，跟我们常常在讲说，老了之后可能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没有办法再找到自己存在的一个价值，又或者是大一点点，就是苗栗这个城乡差距，你有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定位？各位观众，今天呢谈到当中有关那个戏剧创安样的一只话题，今天要请培安老朋友来谈一下台湾的下个戏剧创的一只困境。其实大家有谈到讲，其实你下爱真正做的靠小剧场生存，是做这件事情一点难的，真一点难，就真简单的。像你下 ES 亚洲剧团，应该冇一个固定的团员这样错吗？算有，我们有一个大概11固定做训练。因为这个老公他的那个美学的东西，他需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带出那样的一个质感。而且演员真的就是他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这些就是要花时间慢慢去培养，他才有那样的一个身体表达的方式。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训练碰到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你说团员一毛钱，你怎么叫团员？你又不是每个月薪水给人家，太高工业了。对，那工业的，你要怎么样可以？一边受这个训练，如果他很确定要把剧场当作他的志业，那现在真的是大部分的团碰到的问题是，因为你还没有变成大团，财团不见得会，他会支持，就是大的会越来越大，谁还能懂谁？那其实 ES 亚洲它慢慢从小过渡到中的原因，是因为这10年来我们做的一些作品，其实有一些口碑，跟它有一个独特的美学，在台湾其实。就像你的有些店，它可能比较特别，但是喜欢的观众就会还是会持续的来。那在这个剧场经营的部分，其实我们一直期待，第一个就是大环境这个能够有一个所谓的比较健康的环境跟待遇，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不要说很多钱，但是你至少有一个很健康的环境跟待遇。其实唐总讲了吼，我做一只苗栗的后生人啊，做试到讲正经的吼，要除了呼吁一下苗栗县政府，正经有老安阳的同菜地的表演者，
多支持一下。侬不会给商业sponsor么？啊，你这个菜题没有你县政府莫加有天数一下，实在当讲唔过一样了。即呼吁一下，拜托啊，天数一下。因为我想到很问题。啊，你苗栗其实你还没慢慢发展去了。以前你讲啊，你苗栗只会开发最缓慢的县市之一美，懂无？不过其实以前按慢这样发展哦，是都没坏事情。亲手讲给开发观光那件事情哦，不是很强。给当多年走了一时，人家兄弟他南庄去规划享受安全，真嘅冇办法，还是用安全的两条丝。不过就真嘅啊，佢第四年專業時間當然行落去，咁啊行唔落去，記得等到佢觀光開發落去哦，佢真嘅就當到問題慢慢的就走出來。當然我咩希望講越來越多年看到苗栗的淡江的美術，看到苗栗以前冇本年吸過的地方，大家去我自家的故鄉啊樣，以來故鄉的土地來接去，這當。因為啊，我知道，還做得了到苗栗一隻故鄉，做得向下應做藝術工作嘅，我所嚟見當重要。因為其實安尼，我知道發展一隻地方哦，做唔到應用觀光啦、產業啦，安尼我想法去做事情。其實我知道對在地嘅嗰種青年哦，前後嘅其實係軟性嘅東西，知識啦、藝術啦、音樂啦、劇本啦、劇團。我說安樣嘅東西其實對真正在地嘅青年，其實佢冇辦法到台北嚟去國家音樂廳啊，或者國父紀念館去看樣嘅表演。當然，你還有很多嘅嗰種，像你哋皮下呢講，還有什麼呢？佢願意同在地去留自家一種藝術工作嘅身份，行過安樣嘅表演，都給按在地嘅地方表演本來就。行得後生，行得細年去看，我覺得其實按樣嘅價值吧，唔係講一刀錢來計算嘅，因為真正幾隻台地嘅文化水平，唔係靠讀書讀來，當到其實係看表演，同音樂會，同按樣嘅東西產出嘅。當然其實也點樣當複雜啦，唔係講係三言兩語做得講當清楚嘅，咩樣？其實我聽咩做夢講。因為自家地講，自家都在地做安樣嘅事情，佢一強嘅件事就特別是做，然後同苗栗做一定冇不一樣。恁樣嘅留嘅苗栗咧嘅鄉親啊，嚟到嘅老人家好，也新嘅住民哦，當到嘅科學園區嘅當好嘅知識分子，咩帶到一條條分重難啲嘅，你當樣來嚟溝通咯。內底係用作品的主題，像亞拜四出戲裡面，有一檔戲，佢係台灣跟新加坡共同合作的，它是做追思文，就是另外戲之前下一幕，因為其實全台灣都是啊，苗栗尤其是人口老化很嚴重的城市，東洋涌。那我們就在想說，看到這個爸爸媽媽退休之後的人生規劃，跟我們常常在講說，老了之後可能最大的一個擔憂就是沒有辦法再找到自己存在的一個價值，又或者是大一點點，就是苗栗這個城鄉差距，你有沒有辦法找到自己的定位？ES 亞洲劇團，它是一個混血跨文化的一個組成。我們在做的可能很小眾，但它有可能走到一個小眾的精緻，還是會有那樣的一個路線。我們可能娛樂市場有人在做，但是人生它因為有不同的夢想，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事情，所以我們可以找到自己的一個生命的價值。各位觀眾朋友，希望看到這節目嘅時間，一隻亞洲假日劇場嘅一個戲劇節，希望大家鄉親哦，真係不管乜個年紀嘅，不管從哪邊來嘅，不管講乜話，係你帶到苗栗嘅人注意一下，也ES亞洲劇團林佩啊，你在地設計客家妹哦，都在地做安好嘅事情。你講真嘅啊，較長時間啊，他都帶到給台北，我真嘅是有些感慨啊。
所以特别看到当到人啊恐皮也后生哦，愿意咩做的，图努力行出一条自家的路，然后图代替了因错事情，那件事情啊就影响到程度上同感同。我咪希望讲，透过安详风化呢只节目，能够俩今比谈到很多的事情，做得本大家做得想一下，一只苗栗有一只 ES 亚洲剧团，安样的一只跨台湾然后印度安样的一只特殊的一只剧团，安尼咪有办法透过安自家菜地一种力量，老俩那只剧场慢慢的经营下去。不然你菜地后生年、细年呢，做得就像我讲的，拜六拜日唔伫带些年去那地位遛小孩的时间哦，冇因做到大卖场地方去带人去，做地方注意带些年去看一下，呀，冇听当特殊的一只。你像伊讲英文好啊，我读英文，我学英文，做到亚洲剧团去读英文，啊咩当好诶，错。各位观众朋友，今日节目到呢下，正义同朋友请到佩安，再顾做内大再顾，你希望呀节目嘅观众朋友今日看到呢件事情时，做得记下，有限的时间再去苗栗行了了啊，这个同美丽呢做新年带阵出去，叫佢肯诶，叫佢肯定做出嚟嘅。老 ES 亚洲剧团的团长林佩安讲退以后，我是同我自家下属司机，佢其实喺老自家买到故乡的土地地位，随段时间，佢先变成软软的奶，又变成硬硬的奶，其实看唔到佢，不过我做得感觉到佢，就像安尼脱得鞋，打插脚，踏到土地地位的感觉。佢用表演通过些曲状的方式，让自家变到故乡土地的一部分。